2021年度推动客語教學2年自由學教老年人，推動客語教學自由年人，吳清明教授。历史的发展，按这教授讲的感同。好，安尼有咩？那迄就是半年以后调到教育局，所以就担任给桃园市本土语言指导员。那最主要的工作呢，就为了推动桃园市整个本土语言包括客家语的推动，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一点，我1807年半年以后调到同德国中以后，就开始做给客语生活学校，好。但当然我特别都给台中国中，6年前，就98年到1807年也有推动客语生活学校，但是比较会偏重迄也叫做台中去的学生的客家语较多，讲104年到我同德国中，客家语较少，比例大概在5%左右。但是我因为推动客家话呢，个文化推动的是这里，所以我就1807年调过来，我来申请客语生活学校，这是第一点。过来就4年前，都落客委会给推动给客语结合12年国教校内课程，因为我总认为，既然学生要学习本土语言，比如客家语，能够让他有一张真实的课程来推动来法，因为方向是同对的。小白有一个人看到爷爷的身上，一年头天都有毛晒的。主场差表示。最重要的是要有心去推动啦。你讲无心，做嘛事就不会成功。只要有心，我常讲，你要有心去做一件事情，绝对做得完成。我因为讲，客家人呢有一个精神，同重要都是硬刚精神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这次硬刚精神讲，客家人啊较独实啦，做事情有乜嘅做乜嘅，就会往前走。